當你做完診斷，知道咗自己嘅問題所在之後呢，咁我哋依家就傾下啦。均和嘅解決方案究竟係啲乜嘢？我哋追求嘅其實就係叫做槓桿收入 （leverage income）。咩叫做 leverage income 呢？其實就係講緊你嘅收入同埋你嘅時間兩者要徹底脫鈎。咁想像一下一個類似咁樣嘅世界，你唔再係追逐獵物，你開始建立一個獵物自動生成系統。譬如可以係一本書，可以係一個網上課程，可以係一盤生意，一個 YouTube 嘅頻道。你用咗1年、2年甚至5年嘅時間去開墾、去播種、去灌溉，然後喺呢一個系統裏邊，你就會好似一片肥沃嘅農田，喺你瞓覺同你女人喺巴厘島 villa 享受緊陽光，喺你思考緊人生哲學嘅時候，就會自動幫你搶出果實，為你創造價值，為你帶嚟收入。咁嘅話，你嘅收入就唔再受你嘅時間限制啦，因為佢只係受你嗰塊田嘅大細，或者就係你系統規模同埋你嘅耕作技術智慧所限制啦。咁所以你唔再係用時間去換錢，你係用你嘅資產，你塊地去賺錢，而你嘅時間得到咗真正嘅解放。